大家好，我係汪龍，好耐冇同大家拍過呢啲長片啦。今日同大家拍翻呢啲長片，係因為推出咗最新嘅超人迪迦真骨雕。其實呢個超人迪迦真骨雕好耐之前已經推出咗一隻噶啦，而今次推出嘅版本呢，就係超人之星 version。而超人之星 version 其實就係用翻中村浩二嘅身形去推出一隻超人迪迦嘅真骨雕嘅。既然講開中村浩二先生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就推出咗一個活動，就係中村浩二先生粉絲見面會現香港。既然喺香港度咁難得可以見到迪迦、蒂拿、佳啊呢啲皮套演員呢，我覺得大家去玩嘅話咧，應該可以玩得好開心嘅，因為可以現場觀賞翻當時喺電視睇到嘅迪迦、蒂拿、佳嘅動作，應該可以令大家大飽眼福嘅。而且最近都推出咗好多用中村浩二先生推出嘅玩具啦，唔單止係個鏡頭呢一個超人迪迦真骨雕，而且超人迪迦 Power Type 真骨雕都推出咗再發。我見到活動嘅宣傳呢係有追加簽名券嘅，咁大家都可以拎翻中村浩二先生嘅玩具去俾佢簽名啦。唔知嗰日會唔會見到大家出席呢個活動呢？而家先同大家睇下個盒先，成個盒嘅設計呢同之前超人嘅真骨雕設計差唔多噶啦。後面呢就做翻中村浩二先生飾演迪迦嘅一啲畫面同埋動作啦。咁而家就拆出嚟同大家睇下入邊係點樣啦。中村浩二版本嘅超人迪迦就放咗喺呢個盒度啦。除咗隻迪迦之外咧，就仲有呢一堆嘅配件嘅。咁呢一個手型咧，計埋拳頭手就有7對手型，再加個死光件。最令人哋覺得值得買嘅就係有呢一個叻嘅手型，咁就可以做翻惡魔的審判嗰個場景出嚟啦。另外就仲有紅燈啦，而家就拆埋隻迪迦出嚟同大家睇下係點樣啦。成個中村浩二版本嘅超人迪迦就放咗喺大家前面啦。而家同大家睇下唔同角度先，前面啦、側邊啦、後面同埋 D 邊嘅側邊。如果大家有睇上網嘅資訊嘅話咧，都知道其實佢嘅膊頭安錯咗嘅。佢 D 一邊咧應該係放喺後面嘅，而後邊呢個有接痕咧應該係放喺前面嘅。咁上網睇就話會換翻個件嘅，咁大家就睇下你間鋪頭咧會唔會同你換翻個件啦。咁而家先同大家試埋啲可動先，頭就可以向下壓、向上壓，另外都可以左右轉啦。個身咧就可以咁樣屈嘅。另外啦，因為佢呢個包膠，所以你都可以屈多啲嘅。咁我覺得大家就唔需要擔心話會爆膠啦，因為佢今次隻膠咧就同我哋之前啱推出拳騰第一版嘅時候嗰個膠係唔同㗎。佢係用翻拳騰第2版定唔知第3版嘅時候，佢轉嗰隻膠係用翻嗰一隻膠嘅，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盡情屈嘅，好似我咁樣盡情屈多啲。咁樣咧做咗動作咧先係做得靚嘅。咁我睇完條腰之後咧，就睇下隻手啦。隻手平舉就去到咁啦，因為佢冇裝甲阻住啊嘛。另外就可以咁樣打橫轉，呢個位都可以喐。然後雙關節基本真骨雕，然後拳頭都可以咁樣轉嘅。跟住隻腳一踢到咁，因為佢都係上面係膠，一踢到咁都冇問題。另外呢度可以屈到咁。腳都可以轉嘅，成個嘅迪迦真骨雕同之前拳騰嗰隻一樣出色。做翻呢個中村浩二迪迦版一定要做嘅惡魔的審判俾大家睇啦。不過我可能真係太耐冇玩過 SHF 啊、真骨雕啊呢啲玩具，做極都做唔到劇入邊嗰個感覺啊！即係成個玩嘅技巧都真係退步咗好多，我自己都接受唔到呢個動作係做到咁樣嘅。不過拍片就拍咗俾大家睇先啦，咁啊可能第時有時間再執下啲動作，然後再影相啦。成集惡魔的審判喺迪迦嚟講咧，我覺得係好出名同埋好有代表性嘅。所以如果佢係出中村浩二版本嘅話咧，一定係要出翻呢個動作先係可以代表到中村浩二嘅迪迦嘅。而家就兩隻迪迦都擺埋一齊俾大家睇，左邊就係拳騰俊夫，右邊就係中村浩二。兩隻迪迦一比較咧，你就可以見到其實右邊中村浩二嘅版本咧係大隻好多嘅。對我嚟講，身為迪迦嘅 fans，兩隻都係需要入嘅，因為兩個都係代表住唔同嘅集數啦、唔同嘅身形啦，同埋有唔同嘅代表性嘅。咁既然佢出晒兩隻嘅話呢，我覺得兩個都應該要有嘅。咁我就唔知道呢一隻中村浩二嘅迪迦好唔好賣。我覺得如果好賣嘅話呢，蒂拿同埋佳都走唔甩噶啦，應該都會出晒兩個皮套演員嘅版本嘅。去到段片嘅最後就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去中村浩二嘅粉絲見面會啦。對我嚟講，搭程車就可以見到當時細個睇嘅皮套演員
真人，然後再可以即場睇埋佢做嘅動作呢，我覺得係值得去嘅。仲有大家唔好唔記得，中村浩二唔單止係做過皮套演員咁簡單嘅，亦都喺唔同嘅劇集度飾演過唔同幕前嘅演出，例如超人佳啊、超人 Deka，甚至乎係無面超人 W 嘅電影嘅。所以如果大家係想見一見中村浩二，感受下佢氣場嘅話呢，歡迎大家去參加呢個中村浩二嘅粉絲見面會嘅。啲片有啲我差唔多，如果大家想睇更多關於超人嘅片，記得訂閱頻道，仲有撳下鐘仔，一有新嘅片我即刻知道。唔好唔記得讚好、留言同埋分享啲片出嚟。啲片喺呢度，我哋再見，拜拜。